Hi， 我係 Bacchus 李峰，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舞台設計系系主任。大家好，都唔經唔覺都20年啦，我喺度演藝學院教咗。咁其實我覺得喺香港演藝學院對學生嚟講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開放嘅態度，無論對所有嘅事物啦、藝術啦，甚至除咗表演藝術以外，其他方面嘅好奇、熱愛同埋觀察，呢個係最主要嘅一個對藝術欣賞嘅目標。喺畢業之後，雖然喺學習嚟講係一個終結，但係其實喺佢哋嘅事業或者係佢哋喺佢哋專業方面先係一個開始。其實咁多年，每年都會有新嘅事物、新嘅科技嘅發展。喺學校裏頭保持開放態度，畢業之後亦都要保持一個開放態度去學習新嘅事物，先至可以將佢哋嘅設計、技巧、技能日益發展，同埋創作佢自己嘅一個獨有嘅特質同埋特性嘅。喺演藝學院嘅課程最大嘅特質就係佢除咗一啲既定嘅課程以外，我哋亦都會邀請由世界各地嚟自唔同地方嘅藝術家，甚至係唔同專業嘅藝術家，同我哋學生作唔同嘅交流同埋大師班。除此以外，我哋除咗係一啲嘅理論課，亦都有實踐課，所以變咗喺實踐課裏頭，其實更加可以開拓佢哋唔同嘅眼界、唔同嘅經驗，亦都裝備緊佢哋畢業之後可以面對住唔同嘅專業同挑戰嘅。喺呢度20年。其實我本身都係演藝學院畢業嘅，咁畢業之後我去咗唔同嘅劇團啦、電視台啦去做嘅工作，但係我最覺得係最有趣嘅地方，點樣將我嘅經驗帶俾學生同佢哋分享。除此以外，調翻轉，除咗我教佢哋之外，其實一樣好體驗到一句說話，就係教學相長。其實喺佢哋身上邊，我亦都學到好多嘢。調翻轉，我要佢哋開放，其實我自己都警惕我自己，都要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去睇緊佢哋唔同嘅諗法。可能佢哋嘅諗法非常之幼嫩，但係有陣時其實真係好有啟發性。除此以外，我除咗喺演藝學院教學之外，其實我都有同香港唔同嘅劇團或者世界唔同嘅劇團去有一個緊密嘅接觸。有陣時我甚至會出任嘅設計師嘅工作，所以變咗亦都係可以將外邊嘅嘢帶入嚟演藝學院，或者將我哋嘅學生帶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嘅。